启明时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启明时声直播。交通呢是一个城市非常重要的指标包括说，你认为说，这个城市是不是很进步啦？大家都会，这个城市的交通到底怎么样？那么呢，大家在提倡这个环保的同时呢，如果说我们在推广这个交通，大家会想说，这两个可以兼顾吗？但是呢，我们台南市呢这一方面就做得相当的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关心的就是我们台南市的公车，那包括了电动公车，还有小黄公车现在呢，我们就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位呢，就是我们台南市这个公车交通方面非常重要的推手。现在就来欢迎台南市政府交通局王明德局长，欢迎您。主持人碧纯，还有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好，非常欢迎局长其实交通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啦那现在呢，其实因为这个车辆非常的多，所以其实坐公车的人口呢也相当的多，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包括这个捷运或者是说公共运输都是相当的重要。那我们知道说，其实为了这个兼顾到环保嘛，这是一定要的，我们要爱地球。所以呢，这个在2030年呢，其实就是全面要来把公车把它电动化。那我们知道说，台南市呢，除了说积极的争取交通部的补助以外呢，我们也有给业者一些补助鼓励他们可以大家来汰换成这个电动公车。所以这方面的话，我们一开始就要来请教局长那我们台南市在这方面推行的状况。是，我想公共运输是一个陈如刚刚主持人讲的城市进步的象征不管是在一台大公车可以载的人，其实可以削减很多小汽车或是机车的这个占用道路的面积所以公共运输的发展都是全世界各大都市非常重要的这个政策跟指标。那我想除了它对于交通拥挤的这个改善之外，其实车辆的这个进步也非常重要所以电动公车的政策其实已经是交通部跟所有县市政府努力的目标。那当然，交通部已经定下2030年要这个全面市区公车电动化的这个目标政策。所以在这个政策底下呢，台南市政府也循序渐进那我想这几年的发展可以用这个图来跟大家做相关的介绍是其实我们第一条的这个市区公车路线是在105年就上路那当然陆陆续续有这个77路、70路的相关的路线。那最近的是在今年我们也这个局9的路线也加入了2辆这个电动公车，这个是比较特别，它是会上高速公路所以大家对于电动公车过去比如说电量的不足或者是里程是不是能够跑那么长的里程的疑虑，其实随着近几年电动公车的制造的技术跟电池发展技术，其实已经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这几年交通部也积极的在车辆的产业跟电池产业准备完成之后，也是积极的大力的来补助，请各地方政府来推动所以我们是从今年开始呢，是这个每年用30辆的这个目标来做汰换所以我们今年最近已经上路的是在我们这个这个中干线的这个15辆的这个电动公车在前几天已经上路了。那市区在市区部分也会有这个5路公车的15辆，那这个应该会在明年1月这个充电站业者，因为电动公车是除了车辆的这个准备之外，充电站也要准备所以在充电站准备完成之后。大概明年1月，我们市区的5路15辆的这个电动公车也会来上路。我想这个是在配合交通部的政策，我们也积极来推动。那明年开始我们也会因为业者不是你不能叫他把新的车换成电动，那个太可惜了所以就是他太旧换新的时候，他才换车的时候一并把它换成是电动公车。那我想这个配合业者的这个车辆太旧换新的这个时间所以才会。交通部才把时间拉到2030，逐年的来汰换否则你叫他把新的柴油车换成电动公车，那业者要付的成本太大所以是在他旧的柴油车辆到达寿命的时候，换车的同时换成电动公车。那我想目标是2030年，那逐年就是依据目前各业者车辆这个老旧的状况来逐年的汰换。
对，所以其实一般呢，我们就是说，可能很多客运业者他们之前采购的这个车辆也都还蛮新的。那一般我们大概是几年，他还需要汰换？如果是这个一般的不是滴滴版的，大概是年限是8年，如果是柴油的滴滴版，大概是12年。所以我们就是看这个业者这些柴油公车寿命到达的情况。那逐年，所以才会定10年的目标，因为现在买的大概10年后也要汰换了。对，所以到那个时候就是全部的话，到2030年全部都变成电动的。是，所以大概从去年开始，我们就不再鼓励业者他就换先说买柴油的电动公车，柴油的公车。对，柴油公车都是全部反正你现在新加入直接电动的，对不对？这样子还不会说你到时候要花一笔钱，然后来换成这个，其实这个造价也蛮贵的了。是，电动公车一辆是目前的造价大概是1000万。1000万，那一般我们柴油的那个车子大概造价是500万就有。500万，所以才要贵1倍，哎，对不对？哇，但是这是一个趋势啦，对不对？不过当然随着电池技术的慢慢进步，电动公车量产之后，应该是有机会成本再往下降，就像我们价钱会降低，对，像我们一般的这个汽车一样，发展越进步，价格就可能会降低。对，然后那个性能又越来越好，然后价格越来越低，所以目前我们台南市其实公车大概是400辆左右嘛，对，差不多嘛，所以照这个计划这样子逐年就是1年，刚局长讲的大概就是差不多30台，但是现在有超越进度，对不对？明年我们目前有盘点出来，那业者已经提出来有40几辆，所以明年可以期待可能会多一些。哇，还会再更多，就是比那个我们预期计划的是目标是30，就是如果30这样可以换得完这样。不过当然，如果业者愿意提早换，我们也鼓励业者提早来申请。对，所以那其实我们知道说一个新的政策，尤其是这个政策，你要汰换嘛，刚开始这个技术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花比较多的钱去买。那这样子，所以其实局长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一下，要推动这样的一个政策，它一定有困难点？那你觉得这个困难点是在哪里？应该是说对业者而言，它的负担会增加，因为我们就算有补助，大概也补助到一半而已。所以目前一辆1000万的话是中央补助是333万，那市政府我们有特别加码，我们有低碳的自治条例，所以我们有加码150万，所以加起来差不多是480几万，可是一辆是1000万嘛，所以业者其实自付的成本是超过500万，所以这对业者而言其实是比他买柴油公车，因为柴油公车也有补助，只是没有补助那么多，那可是当然他就不用花到500万，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感谢业者的配合，就是说在这一波汰旧换新里面，它每一辆新汰旧换新的成本会比它过去汰换成柴油公车要花更高的成本。那可是当然，业者配合政策的发展其实是责无旁贷了。当然对于刚刚提到的我们环保啊、绿能的这些帮助，其实都是非常有注意的。对。那其实一开始局长你有谈到说，有些人会担心民众说，那个电动的会不会充电？因为像一般机车有的就会遇到这种情形。那公车会不会有相同的情形？就是说，坐到一半刚好我又要赶去上班还是上课啊，去哪里跟他约好，然后就坐到一半，电动公车会没有电吗？有这种情形过吗？应该是说，公车比大家私人用的汽车的电动车或者是机车电动车好控制，因为公车的班次是固定的，里程是固定的，所以他在排班的时候就会算好，他什么时候要回到场站来充电。对，所以这个部分倒是比较不用顾虑。是，所以如果说就有算好了，它很固定的路线嘛，所以应该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不会啦，如果发生，那就是业者的排班调度实在是出了一些状况。对，是。好，那我们民众其实在搭一般的这个柴油的公车跟电动公车，那民众的感受它会有哪些的不一样吗？当然最大的差异是声音。电动就像我们骑电动机车一样的，它的声音其实会非常的安静。那我想。第二个是对于这个驾驶而言，因为我们现在电动的一律都是滴滴版，所以对驾驶而言，它的操控上会比较容易，比较贴近地面，它比较容易感受这个跟地面的结合。这样对于乘客而言，搭乘也更方便。滴滴版公车就不用爬阶梯，而且对于身障人士或者是老人家，或者是推婴儿车的这个家长们，其实都是比较
舒适的搭乘环境。对，好，那我们这个目前刚才局长有稍微介绍了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上路的这个电动公车然后它的路线其实我们这样看起来，它好像有兼顾到观光啊、就医、购物等等的，所以这详细的路线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做个分享？对，是，所以目前已经上路的就是77路跟70路，那这个都是服务市中心的，市中心，对，就是77路是从我们的这个东西向从安平，然后一直到东区的南返末时代。那70路是环状的所以主要就是中华北路、中华西路然后跟一直到大东夜市这个方向的服务，所以有特别挑这个路线。我们希望就是兼顾啦，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是一横，然后一个圈圈所以大概就是说大概主要的服务都能够兼顾到，就是从这边先开始来做起就对了。哇，好，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请局长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可能没有很注意说，一般的柴油公车跟电动公车到底是长得怎么样呢？我们有图示给大家来参考。是，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电动公车的图解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特地为了这一批今年新上路的这个30辆的电动公车设计的新的标示，所以可以看到有一个闪电标示的在车身上的，就表示这一台是电动公车。是那另外是说它比较不一样的是它的电池，因为它是用电池来供电所以它随着不同的厂牌就是因为目前国内有好几家制造电动公车厂，因为它的电池有的是会在上面，有的是会在下面所以在车内的配置有一点不一样。不过基本上跟一般的柴油公车没有太大的差异的。另外一个是因为它是电动的所以它的运作的这个机械原理比较容易跟一些比较先进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些电动公车上会做一些这个先进的这个安全驾驶辅助的系统比如说我们会有这个镜头，然后会侦测这个车辆周边的状况，让驾驶更了解如果有机车啦或者行人在车旁边，那能够更清楚的了解。那对于这些先进的驾驶辅助系统的这个连接会更方便，因为它都是电动的这个沟通的这一些方式我想这个我们会未来在这些电动公车上呢，对于这些电子设备的这一些应用会更加的容易另外就是它一定是滴板公车那就会跟一般柴油的滴板公车的使用方式会一样，会有这个镀板，然后让这个轮椅或者是娃娃车能容易上去。对对，哇，所以现在这个电动其实就是一种趋势了啦哈。然后用电动公车的话，刚刚局长这样介绍，我们看起来哇，它整个设备啊，还有整个贴心度都是有提升的，都比之前更好。好，那我们就是在12月12的时候啊，这个中干线嘛有正式的来起航了。好，那我们这次有15辆，对不对？是。好，那这个行驶的路线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的观众分享一下？是，我想这次是我们电动公车第一次往这个西北就是说我们原来干支线公车的范围是那这次，而且我们换电动公车的时候，都希望业者是用一条路线完整的来换，不要把这个电动公车分散在不同路线。这样民众的体验上就会有时候做到柴油，有时候又做到电动公车，所以我们就会逐条路线整个车队一起来换所以这次我们是先换纵干线，那纵干线是由新南客运跟新营客运联营所以这两家个别都有汰换这个电动公车。那这条路线就是服务嘉里经过学甲、盐水，然后一直到新营当然沿线就会有这个，比如说嘉里会有消龙园区，然后盐水这个会有月津港，然后到了新营，我们特别跟新营转运站来做衔接那民众可以到新营转运站这边来转搭其他的路线所以我们是优先从这个因为纵干线的公车班次比较密集，使用这个市民朋友的搭乘率比较高，所以我们也未来预期是先从干线来做汰换。对，那我们是要说这个市区的公车5路也是有嘛，对不对？那5路就是我们刚才大概明年的1月大概就会来办启用的典礼了那这条5路的路线就是市区公车路线那是由府城客运来经营那这次也是汰换15辆那它主要是南北向服务从永康到这个我们的南区的，经过奇美博物馆到这个南区，那沿途会经过几个重要站点，比如说这个台南火车站，然后还有这个市立医院等等。我想这条路线也是
搭乘的这个人数非常多的那每天有155班，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服务台南市这个东侧南北的这个路廊上非常重要的服务的路线。对，所以其实这个电动公车呢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那我们台南市其实目前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进度都是排得非常的好。是，对，应该是说也谢谢业者的配合啦。那我们接下来的逐年根据这样的进度来做汰换。所以我们其实台南市也是有渴望在2030年前，就是之前就是提早换完，对不对？提早达成，如果这个业者这个汰换的进度快一点，有机会是提早来达成。对，所以其实这个电动公车民众就不妨其实他刚经过这个路线都是很多就是景点嘛然后很多是购物的这个中心，大家不妨去试搭看看体验一下。是。对，真的感受会跟之前坐的公车不一样。对，而且是一台1000万的车子就在路上跑这样。对，而且这个新车其实坐起来很舒适啦。对，而且它又低地板就包括说，我们很多的身心障碍的朋友，然后推娃娃车的啊，对不对？这个，然后或者是老人家，真的对他们来讲，这是真的非常的贴心。好，那我们除了这个电动公车之外呢，我们台南市也有一个小黄公车。一讲到小黄公车，大家听到小黄是什么，大家都会想说，小黄就是一般我们在讲计程车嘛。那什么是小黄公车呢？好，那我们现在就先透过影片先带大家来了解。台南市政府交通局为了保障偏远地区民众交通不便问题，落实基本行的权益，和民间携手推动最温暖的政策——小黄公车。在缜密的规划后，交通局与计程车业者洽谈配合，在运量低、需求不定等偏乡地区提供弹性的运输服务，并将原本行驶每班次3人以下的公车路线更改为小黄公车，首创预约站牌机制，提供没有路线经过的村落也能叫车。期盼透过弹性的营运模式，提供最贴近居民需求的服务，实质缩短城乡距离。自从加入政府推动的小黄公车后，让我更了解这里的人文特色，也很荣幸的有机会为乡亲们服务。如果乡亲们需要预约小黄公车来去买菜或看医生，甚至需要用到小黄公车时，我们会很热心的为你们来服务。小黄公车虽然外形是计程车，但收费方式比照公车，并提供弹性的路线及预约时段，民众满意度更高达90%。阮龙桥这山区交通足无利便，咱这个小黄公车佫会当有用带来这是老一辈这老人无限的方便就对要看病啦，要买菜啦还是讲买囡仔遐咱小黄公车有用起就有这是一个足好的政策啦阮住伫这山内的人拢感觉真正有感觉，讲咱政府对咱山内的人的照顾阮直接甲咱感谢啦希望讲咱小黄公车会当继续落去带互阮来这个山林人的利便。现在小黄公车更可以透过大台南公车 App 即时查询动态，并首创车上空位查询。透过 App 可以看到每一班次的车内空位数，贴心便民的规划，让民众于疫情期间更可以避免群聚。小黄公车提供2人以上同行，搭车前一天下午5点前的预约服务。如果不太会使用 App， 也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预约。目前小黄公车从西北山线出发，拓展至西南山线，未来更会将海线与中轴缝隙串联，织成绵密的交通网络。好，看完简介之后呢，大家应该对小黄公车有初步的了解了。那前2期跟第3期有什么不同呢，局长？是，我想刚刚影片大家有看到就是小黄公车从前年开始推那我们这个已经有11条路线前2年第1期跟第2期有11条路线，那分别优先服务
靠山区啦，因为我们小黄公车其实是属于偏乡服务的转型哦。那早期就是说一二期的规划，主要是在把原来的公车路线哦，你用大公车开到路线的末端，都没人坐哦，所以座位都空在那里哦，所以我们要那都是市政府有亏损补贴哦，就是说，当然业者开出这个路线，如果没有人搭，他就会亏损哦，那有亏损，政府就要补贴，否则路线就开不出来了。因为业者赔钱生意没有人做了哈，沙头生意有人做，赔钱没有人做，所以我们用补贴来让这个路线维持。可是如何让这个资源更有效利用？我们能不能补贴的少一点，让服务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就去检讨原来大公车载客人数在3人以下的路线，优先把它转型。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有些小黄公车路线是在大公车路线的末端，所以前面还是用跑大公车，末端才改用小黄来跑。是，所以1、2期的发展主要是在这些路线上的检讨。检讨下来，这些路线大部分就在山区哈，所以我们在这个白河啦、玉井啊这些地方开了第1期跟第2期的小黄公车路线，那总共是有11条。那当然，不是只有把大车换小车而已，这样的服务对民众没有更贴心哈，因为它已经换成了小黄，所以机动性更高，而且因为有车队进来协助，车队本来就有这个派遣的平台，所以其实预约的服务就应运而生。所以市民朋友在我们固定的班次之外，都可以来提供打电话预约。当然我们也怕预约资源的浪费，因为大家有些会乱预约，所以我们就是2人以上就可以来搭乘。所以其实2人很容易啦。就列老婆哈，跟小孩或者是跟邻居，其实就很容易来达成这个出行的这个预约。那透过打电话就可以来预约。那当然我们在今年也把小黄公车放进去我们淡蓝公车的 APP 里面，那个大公车人已经使用的很习惯了，所以我们也把小黄公车放进来。所以除了你可以知道跟公车一样，你可以知道它在哪个位置哪个站，到你这个站还要多少时间之外，我们还可以知道那个车上有多少人，还有多少空位，这个更贴心的来让这个搭乘小黄公车的人可以掌握那个车子的这个追踪它的这个位置。是。那另外是也可以直接在 APP 上预约了，所以我想如果习惯使用手机的，就不用再打电话直接在手机上预约就可以。对，很方便。我想这个是第1期跟第2期我们这个提供的服务。那当然服务提供之后，我们观察那个预约的量越来越高。所以大家慢慢的习惯了，因为在偏乡这些偏区，我们的老人啊、学生啊，使用这些服务是固定的啦。其实我们也不太担心大家会滥用这个资源，因为它就是一定是需要外出采买啦、就医啦、上学啦这些必要的服务，它才会出来。当然如果他老人家需要这个服务出来访友促进社交活动，我们也很鼓励不要大家都就地处都买出来所以其实对于这个小黄公车的服务，我们不怕大家来用不怕大家来用，所以透过我们这样酝酿的观察，预约的服务越来越高，表示市民朋友的接受度其实蛮高的。那我们也做了问卷调查，其实满意度算是很高的，大家都觉得这个不管是对于老人家而言，对于子女而言，都觉得这是一个协助他们解决问题的好的政策。所以市长也非常支持所以一直请我们要在全面的盘点这个对于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这种原来公车路线，然后搭乘人数比较少的之外，那本来就没有公车的地方，或者是本来我们想开公车，可是因为它路幅的关系，大公车开不进去，对，小黄公车刚好可以发挥它的优势。有没有这些区域，请我们做盘点所以我们第3期呢，其实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之下做了一些盘点那服务完这个我们靠山边东边靠山区的之外呢，其实海线也需要照顾所以我们第3期主要就是也是第一个盘点一下海线这边还有没有刚刚提到的搭乘人数在3人以下的。那第2个是我们观察了海线这边的公车运作有很多是当初要插进去要绕行原来有公车
可是为了要服务主干线以外的小村落，所以我就要绕进去绕一圈，所以这个无形中其实也降低了主线的服务的效率。所以本来可能这个路线可能一趟只要开40分钟，因为我东绕西绕，可能一趟要开60分钟。那这其实对于原来在主线上的乘客浪费他的时间。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检讨，那把这些路线裁掉，不是裁掉，把它拉出来，对，把它恢复成比较直捷的公车路线。那这些弯道的地方改由小黄公车服务。是，我想这个一举两得，也可以促进原来这个主干线上的服务的效率，那也可以让，因为支线它的需求，第一个就是它一定是居住人口就比较少，所以它的需求就比较不固定。是，那它不是每一班都需要，所以我以前每一班都进去绕，时间也浪费。有些班次你绕进去嘛，都没人追啊，你给谁一点，对，多花一些时间哈。所以第一个是我们把它截弯取直，所以我在跟同仁讨论这个政策中，我们就是戏称就是这是支线的支线，因为我们原来的台南县是干支线的公车的路网，那我们现在发展第3层路网，叫做支线的支线，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服务原来这个旧台南县的这个是用3个层级的公车来服务，就是干线、支线跟小黄公车，用3个层级来服务，所以你如果可以用支线服务，我当然用支线服务，因为搭的人多，我用小黄可能要2班3班才服务得完。如果搭的乘客多，我其实应该还是要开大公车，对，成本效率比较高对于这个支线的支线，那当然它用小车服务。我们讲的市长念兹在兹，资源要用在刀口上，要有效的运用，所以让有限的经费做最大的发挥。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是。我们也盘点了山区在靠西边一点有一些比较浅山的部落，比如说关田啊、大内这一些还是有很多的小聚落没有被服务到，所以我们也把这些原来公车开不进去的把它开进去。就像我们前几天在大内的这个旗子网，对，它本来是在旧公路客运时代的时候是有路线的那可是因为那时候当然政府的补贴还没有那么足额的时候，公车业者开不下去，那是新南客运的路线，就停很久了，停驶了，对，停了13年，13年，是，所以在那个政府补贴还没有很足够的时代，业者他也撑不下去，所以就把那个路线停掉。那后来在我们干支线整并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去服务它，所以因为它的效率也不是那么高，所以这次我们改用小黄公车来，而且它路其实不宽，公车其实开不进去，很难开，对，开不进去。所以这次我们就特别用这个小黄公车来弥补这个缺口。所以这就是本来没有服务的地方，因为小黄公车的特色，它机动性高，对，然后是用预约的，我愿意花，不是花很大的资源去开出一条全新的路线，那个要花的成本太高，所以我们把这个缺口补足。对，那第3个特色是我们在南化区的这个关山里这个地方，那个是我们号称是我们台南最偏乡的区域了，所以我们这次也把这个小黄公车开进去。那因为我讲的就是说这些偏区的居民的需求其实非常明确，那就是就医啊、采买啊、就学的需求。对，所以这个政策推行的目的其实主要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行的正义，就是说对于所有居住在不管是大台南的哪一个角落，其实他都应该有基本出行的权利。如果有私人运具的，他当然就开车、骑车。可是有很多人，不要忘记，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使用私人运具，他没有办法骑车，也没有办法开车，所以他只能靠家里的其他人载送。可是当没有的时候，他其实自己是没有办法。有这个出去很远，然后只能在附近这样走。所以其实我们是把这个基本出门出行的权利，把它照顾好，把它补足。希望大台南所有的地方，大家都能够有你想出门，基本上就有这个服务可以提供给你。所以这次的第3期路线是在这样的概念底下，我们规划出来的是这个有9条的路线。那大内已经通了1条，那我们陆陆续续还有8条会在明年的第1季来陆陆续续的开通。
真的很不简单的，看到我们其实就是偏乡民众哦，很多这个弱势的啊，包括老人、学生，或者是说他没有自己私人的交通工具的，人家就是躲在山里不出来了。然后我们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啊看到了，然后用了这个小黄公车，真的解决他们很多这个行的问题哦，行的麻烦都解决了，行的正义，然后难怪这个小黄公车会是我们台南市政府这个市政满意度每次都是很高就是大家都觉得很赞的一个项目。好，那刚刚局长有讲到日前这个大内就是这个旗子瓦部落13当，对不对？13年没有公车，然后那里的民众怎么办啊？所以这个小黄公车这一次通车启用，真的对他们带来让他们好开心我们来看一下当天的新闻报道。每一趟出门，位伫大内基亚瓦社区，因为偏僻路过下，公车已经停开13档。根据了解，虽然当地只有100外户拢是老人较济，不过市府为了落实个人优先，改善偏乡的交通，小黄公车将是上界适合的公共运输。28号上午，市长伫交通局长顶坐民代陪同，正式举办小黄公车局21线通车典礼，乡民温馨热烈。那么大台南小黄公车大内区正式上线。这是公车的费用，计程车的享受，然后对于环境也好，因为减少排碳因为小车子的排碳量比较少。那对于乘客来讲更舒适，对于业者来讲，这个费用比较降低，对于政府来讲，环境跟交通都得到了好处，所以说这是一举数赢，一举多赢的局面。所以我们对于小黄公车的开拓，尽管在财政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但是我们从来不手软，也希望对于偏乡的交通民众的需求有所反映跟改善。交通局对第一期玉井白河的小黄公车到目前，包括大内已经是第3期，后续也有北门、七股、将军等海线各区的9条路线，111年第一季将陆续完成，同时推出大型服务。小黄公车的服务呢，我们前面2期除了推动之外呢，我们陆陆续续有推出我们新的预约站牌。那我们也有这个小黄公车的这个资讯也上到我们大台南公车的 APP， 所以市民朋友除了打电话预约之外，也可以上我们的 APP 来做预约。那随时也可以掌握小黄公车现在的动态。那我想上面也可以及时告诉市民朋友上面还有多少空位。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小黄公车服务的精进。那我想希望透过这样的服务，让小黄公车的这个服务的提供能够更升级。第3期小黄公车特别的第一大车队，除了提醒大内民众要坐车到玉井，除了每一天3班会当伫徛牌等候，其他的时间拢需要预约。同时嘛有提供无障碍车款加转型接送失智老人的服务。我们车队在地偏乡，我们有社会局的长照2.0的交通接送专车，一样是有无障碍的设备。然后民众如果说有社会局的这个2级以上，然后有得到补助的话，那他就可以搭乘我们的车子去医院就医。对，提前7天去预约我们的车子。伫地远的基台，这款有温度的交通运输，对着65岁以上的老人，更是免费，真正足甘心。欢迎市民多多利用，叫车专线0630000000。台南新闻古籍何乔邦采访报道。哇，所以刚才市长也有提到这种服务，我们这个民众的绝对不手软，对不对？急得给它开了，这个真的是有需要的嘛？对了，虽然花钱，可是其实比本来要花的更精简，把这个资源最有效的利用。对，没错。好，那这样子，我们这个小黄公车它到底服务这个内容跟它的特色，我们也请局长再详细的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做个介绍哦。好，我想刚刚在这个报道里面有看到，就是说我们那天开通了大内的吉亚瓦的这个小黄公车的这个服务，那我想也当场也做了一些这个小黄公车怎么使用的介绍。我想在这里我们再更详细来说明，就是说小黄公车我们会有固定班次，为什么会有固定班次啊？其实这是要保障来协助我们经营的这个车队的驾驶朋友基本的收入了。因为如果都没有人去预约，那他就没有收入了。对啊，这样很可怜。所以
另外一个是说我们要让这个公车让这个路线有原来公车的这个特性存在，因为公车就是固定班次、固定路线，所以不过这个班次我们其实可以弹性调整，像我们之前在第一期、第二期的，我们其实有在尝试，如果大家都预约，其实我的固定班次都没有人搭，我是把固定班次降到最少的这个程度，因为预约的量就足够让这个驾驶能够有这个足够的收入。我想这个其实是我们后续会营运之后会视情况来做弹性的调整。所以第一个是有固定班次，那固定班次的搭乘方式就跟搭公车是一样的你就是在站牌等所以只是来的车不是公车所以你看到计程车对，计程车，那我们计程车上面会有可以辨识的地方，这个等一下还会有图来说明那在站牌看到小黄公车来的时候就招手，你就可以搭乘所以我们就说 APP 很重要，对，你要看一下你要搭的那班上面还有没有空位了如果已经没有空位了，那你可能就要再等下一班，或者是赶快要再预约下一班让这个派遣中心可以知道这边有人需要那我想这个是在站牌处上下车，对。那不过我们的特色是如果你是预约的话，你可以我们在站牌外1公里的地方都可以来预约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特色。是。那所以如果是定线定班，它就没有办法载你到站牌外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家是离这个站牌在1公里之内，你需要车子到你家来接你，那你可能就要记得前一天就要打电话预约你就也不用去站牌等，然后就可以服务到家是，我想这个是我们预约班次的特色所以这个如果有这个预约的需求，前一天的下午5点之前打电话进来预约那因为我们第一期跟第二期我们都是公开招标让计程车车队来协助服务，所以第一期跟第二期的服务的车队不同，所以可以看到我们预约电话不一样不过这个也没关系因为市民朋友就是你在哪一区是哪一个车队服务，你就记那个电话就好，你不用去记别区的电话，因为你也不会用到你也不住在那里所以我想不过如果要知道全部的，我们 APP 可以看得到如果你要预约不分是哪一个车队 APP 就可以预约我想这个是各位市民朋友要留意的，就是说你在你这一区里面服务的预约电话是哪一支那打电话预约就可以。那我想这个预约的这个服务呢，就是可以到我们刚刚讲的站牌外的1公里就可以提供服务是那如果你要下车的是在站牌1公里内，也可以送你到你家去，所以你预约的时候就可以预约起点跟弃点都在1公里之内就可以是这样好方便对，那我们另外一个特色的服务是我们从在今年我们在龙崎设立了所谓的预约站牌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我其实有固定的路线路线外的1公里我才能服务，可是有些聚落真的是离站牌太远了对，那可是对我另外再开一条路线其实也更麻烦对更就是要花更多的资源，所以同仁就非常厉害，我们就发明了所谓的预约站牌我在那边插一支站牌，你就可以在站牌1公里内就可以打电话预约所以它不在原来路线上，可是它有站牌，所以这些在预约站牌的这些市民朋友，你就只要预约就好了，你不用去等固定的班次对，所以我们就会通过这样的设计，就把这个小黄公车的服务的路线从线服务的方式从线扩展到面。可是当然我们在考虑的时候会考虑到服务的效率因为如果离主线太远，其实也不太适合用预约站牌因为它会绕去绕回来就太久了对所以我们会适当的利用预约站牌的方式来扩展原来小黄公车只在这个线上服务的限制，我们可以让这个线的服务扩展到它的周边可能5公里或10公里以外的这个服务的面。我想这个是我们在小黄公车上面所做的服务的精进。好，那到底小黄公车详细它跟一般的这个小黄有什么不一样？应该有一个辨别的方法。有，所以它当然还是计程车的样子可是就是我们有这个识别的图案识别图它会分别是在这个车前还有引擎盖上面吗？对，引擎盖上面会有一个，然后左边跟右边都有这个相关的图示是所以
这个大家要对于这个小黄公车的这个看到这个图示，如果你在站牌上，就不要犹豫，你招手它就会停下来。哦，就是小黄公车，哇，很明显啦，就是前面贴了小黄公车啦，对，跟我们新闻采访车贴那个一样，是一样，对，所以这其实蛮好辨识的啦。好，那目前的话，我们小黄公车有哪些路线呢？是，我想，刚刚讲的是第3期的特色啦，然后我们第1期跟第2期已经服务了大概1年多2年的时间哦。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在白河左镇哦，然后这个玉井南溪跟这个关庙龙崎哦各有路线。那最早是在第1期就是从白河开始哦，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主要这些小黄公车路线都是把从这个主要的行政中心哦往外扩散哦，就是把市民朋友接到这个主要的行政中心哦，方便他来行政中心采买啦、就医啦，或者甚至转乘我们的干线公车哦，因为我们都把他送去我们干线公车主要的交通节点。那如果他要再往外哦，要出门到更远的其他的区哦，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转乘哦。那另外是后续我们在左镇跟关庙龙崎哦，这个是在第2期所提供的服务的路线。那我也提到说我们在今年也在龙崎的这个服务的路线上，利用预约站牌的方式，多新增了5个点的服务哦。所以，因为龙崎那边是182线哦，182线到这个周边，其实主要道路182的2旁有很多的聚落跟这个小路进去，所以透过原来的这个路线，其实服务的面还不够广哦，所以我们就把预约站牌插在182的2旁哦，如果有比较明显的居住的聚落，就用预约站牌的方式去服务它，让小黄公车会只局限在我现在画给它的路线上，那也可以在这个聚落，这个182的2旁的这个聚落都可以去提供服务。那我想，我们就是把这个以关庙转运站为核心，把这个关庙龙崎这一边的这个市民朋友出行的需要，把它再送到关庙转运站来作为交通转运中心，然后它如果要再往外，就可以透过我们干线公车再往外来做联系。对，哇，真的是很方便哦。好，那大家就会想说，我们坐计程车其实有时候如果坐远一点哦，这收钱搭起来个没借哦。那小黄公车当然就是可能就是一定比较便宜。好，那到底怎么收费呢？可能大家想要详细的了解，来局长。是，这就是请六点来讲的，就是说我们小黄公车是计程车的享受，然后是公车的票价哦，所以小黄公车的付费就是跟我们现在干支线公车的计费方式是一样的，就是里程计费。那不过我们有8公里的免费，8公里26块的免费，是，所以所有的这个优惠都跟公车是一样的。所以我其实是把公车的票价再讲一遍而已。对，哇，真的是很棒哎！这计程车的服务，对，公车的收费，对，哇。因为现在公车其实也都很舒适了哈，然后有些地方又很难停车的话呢，大家就不妨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电动公车，然后还有我们的小黄公车，有需要的话，然后当然不要随便占用这个资源。是，对，好，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电动公车啊，跟小黄公车，真正是哦，可能这市政满意度加分都是因为这2样，所以局长对这2样的话，未来有什么期许吗？我想我们从现在这个小黄公车第1期、第2期这样发展到第3期，可以看到大概我们第1期就是在填补这个比较靠东边山区的地方，是。那我们第2期就会第3期就会把它放在主力放在海线，那我们中间呢，今年我刚刚讲的前3有补了一些地方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大概会朝运输缝隙的方式去找，就是说。在中间这一块虽然它发展的比较快而且都有一些铁路啦或原来的干线公车、支线公车，可是还是有一些我们刚提到的路比较小然后大公车开不进去的地方或者是过去曾经有过公车的服务后来因为这个不堪这个营运的成本的负担停止的，那我们后续陆陆续续会再把这个缺口把它补齐那。我想，市长刚刚有承诺了，就是说，这个我们小黄公车的这个开辟，我想我们会持续来做。那在经费的争取上，我们会持续来跟中央来争取相关的补助。那希望可以把，我刚刚讲就是说，
我们公共运输的路网补得更齐全就是说我们原来有干支线的服务之外，在就算你有支线，你可能要走3公里或者是5公里才能够走到站牌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用小黄公车把这个服务把它补充起来。好。所以其实呢，我们这个台南市除了这个电动公车跟小黄公车这2样做得很好以外呢，我们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其实交出了很漂亮的成绩单尤其局长你上任2年多，对不对？哇，上任之后，那我们来讲一下好了。2021年你觉得说，你们交出的成绩单里面有哪几样让你们觉得说，是我们整个市府团队还有我们交通局的同仁大家一起努力来达成的一个成果？是，我想台南市的交通，当然是大家觉得很大的挑战尤其是府城地区的，没错，因为县市合并之后，原市区的交通问题其实跟原县区的交通问题特性不太一样。市区因为道路比较狭小，所以大家会容易感觉在尖峰时间，或者是尤其是办活动的时候，或者是假日观光客涌入的时候，所以这个原来的设计的道路的路网，其实不是要来承担这么多的车子，因为我们是古都对，你看我们那个为什么只有2线道或是1线道加一个机慢优先道？它其实本来就是社区道路的概念所以再没有办法，而且没有办法再拓宽了，因为其实城市的发展已经很成熟了，对，就是已经定这样。对，道路其实没有办法再无限制的增加所以我们市长其实指示应该用更科技、更智慧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在今年特别盘点了几大比较车流比较多大家比较容易觉得路上走走停停拥塞的这些路廊为什么不讲路口的处理因为交通是系统性的，我只处理这个路口其实没有帮助，一定是一个路廊的概念来看，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从整个路廊来盘点那我们今年盘点了几个主要的路廊，当然不用讲大家就知道了最塞车的地方在哪里，问所有市民都会告诉你主要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的方向，没错府城是另外一个问题府城是假日的问题那可是上下班通勤往这个3大交流道这个永康、这个大湾、仁德这个沿线的交流道的状况那我们做了一个整体的盘点就是说在各个路口上面的这个号志的实质的调整，又或者是说大家最容易感到苦恼的是，如果这个路口没有左转专用的车道，那如果有一台左转车在你的前面你就被挡到了你就有几个危险，第一个是你就要设法要往右边车道切那时候右边的车流如果川流不息你根本也没有机会切不过去，或者是会很容易发生事故。是所以我们第一个是盘点，如果有机会再做出一个左转的专用车道，那我们应该要朝这个方式来努力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透过实质的设计、号志的设计那在这个绿灯亮的时候，让左转车流比较多的方向的绿灯先亮，那对向的红灯绿灯慢点亮，那至少前面几台如果是要左转，它就可以优先的安全的左转过去对于后面的这个直行车流的阻挡就会比较少阻挡情况比较少，可是这个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解决问题啦对，所以在路口的左转的这个改善呢，我们还是希望优先的来做左转专用道。那我们今年也做出了好几处的这个新的左转专用道在主要的干线上。那第二个是，如果已经有左转专用道的，我们会往前画所谓的左转待转区各位市民朋友可能最近会看到路口的中间有一些虚线，那就是引导你，如果你是要左转，那当绿灯直行的绿灯亮的时候你可以往前停往前移到路口的中心，这样子呢至少等左转的这个箭头亮的时候，那个时间我可以多过几台车，对，就可以快速一点对本来可能过5台车而已我们现在可以过个7台8台车那当然对于左转的疏解还是有帮助对所以透过这样的整体的另外一个是我们把实质的周期拉长
哦。不过拉长周期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因为需要所有的路口一起调。对，如果没有一起调，就会有不连锁的问题。是，所以我们在尖峰时间把路口的周期调到140秒，以前我们都是120秒，我加了20秒，20秒的效果就是我可以让绿灯的时间长一些，这个效果就是你一个绿灯可以过的路口，或许可以增加了2个，这样对于整体车流的流畅度跟续进度就会增加。你们都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有大数据研究过，这确实有改善交通。是有，所以透过这样的我们那时候推了3个月的这个计划来观察它的效果，那确实在速度的提升上，有稍微的提升。速度光是能够提升，从20公里提升到21、22，其实就已经很有效果，因为它是一个平均的概念。没错。对，另外是旅行时间也节省了。那我想这个我们现在观察起来都大概有5%到10%的这个改善。那我想因为是号志化路口，所以走走停停是势必的，你不可能是一路畅通到底，因为它是号志化路口，所以可是我可以减少这个走走停停的次数或者是几率，对于大家整体而言的行车的顺畅的感觉就会提升。除此之外，我当然对于因为我是固定的，比如说我尖峰时间有1万辆车要经过这条路，那我快速的让它通过，这个交通的疏解当然就比较快疏解掉。我想这是在拥塞的解决上，我们这是今年我觉得我们特别，这我想在过去台南市可能没有执行过这样的计划。对，那我们特别整体路廊来检讨，然后透过号志的手段，透过这个智慧交通监控的手段，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重点是警察局的帮忙。市民朋友应该很有感哦，最近路口的见警率提升的非常的多。对耶，对，好像有。是，他其实不是来抓你违规，但抓违规是附属的啦。可是另外一个是，其实是协助用路人在路口如何保持净空，如何遵守号志跟这个标线的行进。这其实非常重要啊，因为有些时候路口的打结是某一些自私的用路人，他没有注意到别人的存在，他爱怎么开就怎么开，对，所以造成的。所以警察局的大力协助也非常的重要，市长也非常支持，所以最近市长也拨经费扩充义交的这个名额，对，所以我想这个都是在尖峰时间在道路上协助我们让交通顺畅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些伙伴，而且他们很辛苦啊。刮风下雨都在路口。对啊，好，那在明年2022年那我们局长是不是也跟大家讲一下，你们对明年有什么样的可能会哪些会加强去执行的一些交通局的计划？是，我想交通的施政其实是延续的啦，有很多东西不是你马上做就马上，比如说我们盖转运站、盖停车场所以大概我可以跟市民朋友报告，就是说我们预期明年按时序来讲大概。明年的第一季，比如说我们小黄公车的其他的路线已经筹备，我们从下半年开始筹备，那也都招标完成。大概明年第一季陆陆续续其他的这个8条路线也会上，我们已经上了1条了，还有8条会上，所以这个是市民朋友可以期待的。那另外是我们这个智慧停车柱的发展，我们其实已经发展到第2期了。所以如果市民朋友在市中心都有使用过我们智慧的路边停车的话，对那个路边停车对有感，对，那我们在第2期除了会扩充范围之外，我们还会有新上智慧停车柱的第2代的服务那当然界面上会更好使用了，柱子会漂亮一点。不过重点是服务会提升，我们会在某一些重要的这个地区呢，在这个柱的上面，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个显示幕。它可以帮我们做市政的宣传，或是资讯的提供，或者是周边商家哪里有好吃好玩的折扣的提供，对，尤其是在观光地区很重要。是，你停完车看一下就知道要去哪里消费，还带动观光呢。是，那第2个是目前电动车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会结合充电桩，所以如果你是电动车，未来我们会再选取几个这个适当的停车格。在这个柱上面会结合充电的设备，是，对，所以你可以停车兼充电。我想这个是创全国之先这也是在我们第2期的这个智慧停车的这个案子里面，他们提出来的亮点。这个是大概在明年的上半年有机会来实现。那另外是
大家市民朋友关注的我们前瞻的立体停车场，陆陆续续动工了。我们前几天继续动工了，刚动工，青年路那个。不过进度最快的是西门健康的那个立体停车场，那个没有挖地下室，所以进度蛮快的。那会是我们第一个完工的前瞻的立体停车场，应该有机会在明年的年度的中间完工。那后续的营运，有机会在下半年就可以来开始找到妥快的营运厂商就可以来营运。这个是第一场会完成的。那明年下半年陆陆续续还会有永华路市政园区的那个体3停车场，那个地下停车场，那个其实是一个亮点停车场，因为它是挖地下2层，而它的上面是做公园使用。未来那边会有一个新的特色公园，它结合旁边的永华运动中心，所以我们是这个期待这个是未来市民朋友休闲蛮好的去处，因为旁边又是生活美学馆，就会连成一个好的休闲廊带。那这个也是有机会在明年的下半年可以来完工，所以后续的明年后年之后会是我们前瞻立体停车场陆陆续续完工的时间，这个也是一个市民朋友大家可以期待的这个我们立体停车场的建设。大概明年展望明年大概依时序来看是这些重点。那当然 routine 的每天在做的这些塞车问题的解决、交通的监控的这些手段，我想我们会持续的运用智慧交通的手段来让市民朋友有所感受了。我们其实也在提供有一个计划是我们会在我们的道路上会立大型的这个CMS 所谓的资讯可变标志，会告诉你，我们未来会在重要的交通决策点因为我们台南市是一个放射的路网，那我们未来会在重要的交通决策点告诉你，比如说你要去孔庙园区，那你可能走第一条路可能要花15分钟，你走第二条路要花10分钟，我们就建议你应该要左转往另外一条路走，有点像高速公路上会有旅行时间的预告的这个概念。对，那么未来就会在重要的交通决策点上告诉大家，你要去的大家比较常去的目的地走不同的路大概花多少时间。主要就是说，我们有交控中心没错，可是这些交通资讯如果只有我交控人员在使用，太可惜了。我应该把它变成是市民朋友也可以知道的交通资讯。那透过路上的这个资讯的显示是最方便的，同时也可以让市民朋友知道他当下应该做什么样的改道的选择。我想这些交通资讯的提供出来之后，对于大家做一个聪明的用路人应该是很有帮助的。这也是我们想达到的目的，因为我希望整个路网是平均的分配使用，大家不要都挤去同一条路，其他的路都是空的，其实对于我的路网的这个充分的利用没有帮助。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行车的导引让交通比较均匀的分散在每一条道路上，这样对整体的这个交通拥塞的解决是有帮助的。哇，所以啊，其实我们台南市这2年来因为局长不只是专家，而且我觉得你的观念很先进，规划的一些交通的都是非常先进的，然后都走在时代的尖端，甚至是全国都是很多是先例的。所以呢，这其实真的是我们市民之福啦。非常谢谢局长，谢谢。哇，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局长到节目当中，那我们也期待说，未来在我们台南市政府黄市长还有局长带领之下，我们台南市交通越来越进步。大家不要小看交通因为有时候其实你没感受那么多，但是交通真的顺畅的话，带动我们的经济跟观光，这一点真的是很重要，让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发展，越来越进步。再一次谢谢局长到节目当中，谢谢您，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好，那么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市民时下直播》，底下各集短了，咱再会。